根据德国之声2日报道，加拿大众议院2月1日以322票对0票一致投票通过了由自由党议员祖比利发起的动议，提议加拿大政府从2024年开始，在2年内安置1万名维吾尔难民。该动议还呼吁加拿大政府承认出逃的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穆斯林难民是因为面临中共的迫害和恐吓无法返回故乡。该提案虽不具行政约束力，但可能迫使加拿大总理杜伦道的少数派政府采取行动。祖比利表示，总理杜伦道和他的内阁支持该动议，表明政府有意实现此目标。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部长福瑞则对此表示，加拿大始终尽其所能帮助那些需要保护的人，致力于与各方成员合作，推动众议院通过的动议中概述的所有措施。对此，东突厥省信息中心主席阿卜杜吉利里发表声明，首先感谢加拿大政府为维吾尔人所做的一切。东突厥省被中共侵占以来，维吾尔人受尽了中共的各种迫害、屠杀。近几年来，至少有300多万维吾尔人被中共抓进了集中营里，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因此失去了生命。中共政府想尽办法消灭维吾尔人的文化历史和宗教信仰，只要不听他们的指令，生命就会有威胁。加拿大政府今天能为维吾尔人做出史无前例的决定，说明他们看清了中共的嘴脸。我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国家为维吾尔人打开怀抱。再次感谢加拿大政府，感谢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相关人员的努力。大纪元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当局加强了殡仪馆的警力部署。与此同时，当局对外开放了国门，恢复了几天前取消的对日本的签证审发。过年后，各大医院仍是染疫患者不断，有很多患者在康复后则出现了后遗症，包括全身无力、耳鸣、脑炎等。因为咱们新冠病毒它能损伤这个中耳里的听神经。这个听神经一旦损伤了，你可能就会出现听力下降耳聋耳鸣这一系列的症状。中共官方一直强调疫情持续下降，但是民间却频频传出患者染疫死亡的消息。在疫情仍未平息、百姓承受痛苦之际，中共则是动用武力掩盖中共病毒疫情的真相。披露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当局在多地殡仪馆部署了大批警力，24小时轮岗值班，进行现场维稳。而早些时候，彭博社在报道中提到，在殡仪馆外，安保人员将记者推离现场，避免泄露疫情死亡的真相。由于中共持续掩盖疫情真相，海外国家相继推出了对中国入境游客的防疫限制，中国则是对日本和韩国采取了报复行动，暂停发放了2国旅客的入境签证。但是不到20天后，中共政策大转弯，恢复了对日本国民的签证审发。中共政策朝令夕改，也令国际社会无所适从。专家认为，中国的系列举措也在加速中共与世界的脱钩。现在各国已看穿了中共体制，不但决策不理性，讲话不诚信，施政没效率，而且中共的投资环境也充满了太多危险和不确定性。所以接下来应该会看到国际社会加速与中共脱钩，虽然不会全面脱钩，但中共会越来越孤立，成为第2个俄罗斯。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准将2月2日表示，在蒙大拿州上空发现了一个中共高空侦察气球，目前正在追踪。在美军声明之后，加拿大证实也发现了一个高空侦察气球。中共外交部北京时间3日晚间证实，这一无人飞艇来自中国，但声称飞艇是民用性质，因为天气因素偏离了航道，误入了美国。中方2度强调是因不可抗力的因素才发生了这一情况，对此表示遗憾。这一事件正恰逢美中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日访华之前，因此备受关注。